个，咱请苏平先帮咱看一下。这首诗歌吼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的诗人所写的，伊是写互囡仔，要透过这首诗来互迄阵的儿童知影讲，有一个上帝创造万物的伟大，所以这个圣诗的每一句拢真水，嘛真简单吼，真容易明白的字，像讲太阳、天气、鸟仔、花草等等。所以咱等下咧唱，就会使来思想，咱欣赏过的大自然的美丽，甲是上帝的智慧。同时，这首诗歌嘛咧提醒着咱爱爱护、保护咱这个美好的大自然，莫叫破坏吼。所以咱即马做来唱比赛。第二首是圣诗的啦，主要我是我的后者。这首诗是甲今仔日老师咧甲咱分享的题目有关系，就是圣诗诗篇的圣经诗篇23篇。所以咱等下注意来听老师的分享，咱过来说一首歌的时阵，就来听诗。咱请书记就看咱这个册，做第10课。来这平安，礼拜时间请礼拜台先请从手机关机，闭目心静，来个定，请照讲。
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咱要欢喜，要庆祝。上帝啊，阮求你陪伴阮，互阮兴旺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是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68首，万美光明极美丽。见着，请大家起立。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家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咱们的创造天地自在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子投胎，伊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伊本救为了倒流来受苦，因是个死埋葬的人物，第三日对世人永活，就因他坐在人的上帝大面，伊要对了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父公公教会，圣道相通，做下面，用体国我，永远的光明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分开经文，经文第5篇，经文第5篇，跟着咱同齐来背。经文第5篇，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。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。伊的准钱变天的，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定敬放，也亲像冰冷的人欢喜行伊的路，踅到天的迄边。妖怪律法矫正，妖怪干净确实，
妖坏驾驶正直，妖坏命令清洁，敬畏妖坏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拼搏，各地萝卜对食的受境界，一嘴会知伊的失错啊！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，我就完全。摇花我的石歌，救赎我的主啊！咱三角拍落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请阮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同心感谢互罗你，互罗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你的伟大甲荣光，你是全智、全能、独一的真神。感谢上帝，将你的独生囝救主耶稣赏赐予世间，互竟若信伊的人无灭亡，颠倒得到永远的性命。也感谢你伫安息日，互阮搁一摆自入伫你的圣殿，三角敬拜你。总是，我会伫你的面前搁一摆忏悔，因为阮常常违背你的旨意，破坏你的创造，你甲阮爱承受这歹的工所加的歹的果子。总是阮知，上帝你袂捌用安尼来离开阮，由你使阮明白真理的智慧。主，你就是活命，阮伫你内底生存，一切恩惠拢是对你来。求你用信心、宽容扶持阮，使阮快乐赢过四年春泉。主，阮为着过去你所赐的恩典，献上感谢，也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。阮特别爱为着世界、社会的和谐、稳定，求你来赐落恩惠。因为阮较无迄个诚实充满地面，公义展现伫天的和平、善良的环境。愿你圣神的大权能临到这片土地，互掌权的人用谦卑、智慧，亲像耶稣的模样来治理国家，互事农工商互相合作，彼此包容，互人类世界看见上帝的慈爱。我也为着阮的教会祈祷，求你互我明白教会设立的意义，愿伊成做阮属灵的家，而且敬拜你、学罗你。而且拯救灵魂，服务社会，互失丧的人，而且得到拯救；悲伤的人，而且得到安慰；枵喙焦的人，而且得到帮助；病痛的人，而且得到医治。毋望人口教会建立伫主耶稣的根基顶面，同心合，彼此相挺，活出主的荣光。主啊，我也为着阮当中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求主的伊圣神甲因同在，互因充满信心，得到医治。也恳求主，伊阁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予阮。阮将一切挂虑伫基督中来交托，求你来投放，因带阮替你来行。即时，阮也要同齐用主伊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我
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请来看圣经，圣经诗篇23篇第1节到第6节，跟着我来读，请大家看。第2个诗，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静音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咧，你的锤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，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，你较缀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了我的厝。这是请圣歌队来学录。
讲道的时间，咱请题目师，伊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保障。大家平安。诗篇23篇，会使讲是受这世间所有的人拢真爱读，里面写做诗、写做歌来唱。可能诗篇23篇是这样做。诗篇23篇甲圣诗的275首，主要评为就是耶稣。会使讲是咱长老教会，其实是真侪教会，拢诚侪所有的经文中间常常遇起，这个个别说。个别说真爱用这首诗，真侪人爱读。其实这首诗嘛用伫倒位，用伫逐种的经文拢会提出来读。特别牧师爱特别讲一摆，就是我带咱甲咱斗阵读诗篇，有两项，第一项是写诗的人是啥物人，第二项是啥物？我安怎读这首诗？重点是伫遮。圣经拢咱有，咱每一个人要安读。牧师不过是敢若一个导引的人，将我所领受的，会当甲咱每一个人送来回复。现在高级网络的普遍，咱真容易伫即个网络顶面去找到足侪关于影音啊，也是文章，特别关于像诗篇即种的，拢真侪人拢会写出来。我就真心的感谢，讲真侪人伫咧网络顶面看到一篇足水的即种属灵的文章，家己真感动。不过第二个动作是啥物？马上就开始宣传。虽然逐工拢会收到足侪咱的朋友会传足侪足水的话，无管是影音系统，也是文字系统，拢会传足侪来。遐个物件拢写得真好。不过牧师一个真大的感想就是讲，这是人写，这是人的经验，这是人的造物，这是人的感想。你并袂因为你看一篇足感动的，就诚做神奇。所以是真要紧的观念。圣经咱要咱用入伫迄个境界。今日写这首诗，诗的开头，过一摆甲咱讲，这是大卫的诗，大卫的诗。所以咱如果倒转来，什么人写这首诗？这是大卫写，然后咱来读。其实咱一生中，咱拢咧写诗，拢咧写故事。好比讲，偏偏诗篇13篇，那海伦凯勒来读的诗，伊会感想啥？当海伦凯勒伊个爬起来读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偏偏即句话真好。其实这首诗是包围伫即句话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什么人无欠亏？就无欠亏人就无欠亏，不过什么都无欠亏。所以有人讲吼，伫台湾倒一族上侪人，叫做不满足。不满足上侪人，毋是布农，也毋是台湾，也毋是咱所谓俄罗也是客人，是不满足的人是占上侪。毋过真侪时阵呢，咱一个不满足的人，咱嘛会当摕这首诗来读，然后感觉这首诗真好。毋过咱依然过着一种不满足的生活。所以今日咱主要是海伦凯勒来读什么款？咱知海伦凯勒真出名，演讲家、文学家。一个演讲家、文学家，一个教育家。不过，你爱知影讲，伊一细汉的时就变做又聋又盲。一个若是盲的人，伊要讲话就真困难。所以到落尾首，伊讲出来第一句话是啥物？伊足无简单，伊伫遐风过风迄个水，所以第一句话讲啥 ？water， 水。我后来讲做演讲家。后来伊讲做正人所会当佩服的一个人，但是一个青年过来写的人，你会当体会伊偌济。因此拢演上，日本一个真出名的一个文学家水野永山，伊真出名的。伊的出名是啥物？伊写足侪诗，特别伊的诗包括伫倒位，包括因厝头前，遐个蒲公英咧开花，樱花咧开花，水沟仔咧流。水沟仔内面有鱼仔咧游，伊看到春天的开花，伊看到秋天的落叶，伊嘛看到冬天的雪。毋过，这个水野延山这位遮尔水的诗人，因为一个大特别，伊是一个规身躯袂振动的人，规身躯拢袂振动，是后来真特别，
伊的阿嫂才发现着讲，伊幼儿读到咧想，幼儿伊的观念，但是真特别的所在就是，伊发现讲哦，若用李目睭什么款，所以伊才用伊甲讲，伊拢有听，但是袂叮当尔。后来人讲吼，安尼哦，咱来试看卖，A E U A O， 用念目睭，啊念几个算几个。后来伊阿嫂有法度甲伊沟通，伊安尼，伊阿嫂诚做伊记录者，伊才开始写诗，阿嫂甲伊写。比如一首诗谁来读？要我是我的读者，我也无欠亏。这之后，我来了解到底什么人写一首诗，不过代表等于写一首诗，咱搁倒转来，这位被以色列人称作是上伟大的王，开国第二个王。第一个王扫罗真紧上帝就讲，我定心通过撒母耳，改我由为做王，然后以色列的王国对遮来开始。一个少年就诚做将军的人，17岁的时阵。伊用一个正果用一个石头拍死哥利亚，就为遮尔高强大汉。伊用一个石头拍死伊，伫遐甲迄个扫罗讲我所挖去的是上帝归来，所以嘛甲哥利亚宣布讲，你来是靠刀靠枪靠打击，我来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名，我是挖靠耶和华上帝的名。17岁的时阵，伊对世间人宣布：我过是耶和华上帝的名。但是，若是我相信讲，伊今日写一首诗，应该是到年老的时候写。甚至嘛有人讲，这可能嘛是代笔写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虽然不管伊是毋是代笔亲手写，但是这也是一个人经过这个路了后，用王代表王伊一生经历，伊来写一首诗。要安怎对一个少年教养的囡仔，到年老诚对上皇尊敬一个王，一生所行过路，伊要安怎来看这个世界？人一生中间要拄着代志，实在有够多，你永远拢受袂了。咱台湾人有一句粗俗的话吼，较无适合伫讲台讲，我讲一个好，讲一个看卖吼，惊呆无落去句啦。这句是台湾真粗俗的。不过，这嘛是代表一个人对人生就看甲真透啦，免伤切，免伤怕。有当时咱落去比你较有时到尾也是啥，无顶到无差，然后到遐是想人生海海，免啥计较，讲到这句话你就知影吼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，是不是已经到安尼才有法度写出生命伟大的诗？人总是拄着无才调的时，无法度的时，挫折的时候，失败时，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人一生经验这，无人会当想会到，无人会当暗算。这几年，互咱一个人类一个足大的假释，就是敢若一个 COVID-19 世界重新洗牌嘛。一个重新洗牌中间，你会看真侪所在拢在变化，无过去有过去你安怎暗算。所以，若是安尼时阵，咱重新来看，这首诗到底要甲咱讲啥？我搁讲一摆，这我咧读，我甲你三个分享。所以这毋是课本，讲你着照抄，等于照安尼讲。人父母师讲安怎，所以就是安怎。不要急着去转传，但是毋茫讲通过安尼，咱三个来做一个信念分享。这首诗我强加来分四项，我搞做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。我想对一个人来讲，毋是讲伊就要讲我第一段要讲啥，但是伊就帮助咱体会，我家己安尼看。这首诗大概分做3段，第1节到第3节，第4节到第5节，然后第6节。会安尼个分是讲要跟三分享3句。第一句话代表写一首诗。第1节到第3节，诗是安尼写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有感觉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家己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想对第1节到第3节，这整段是领是代表这写诗人，伊
伊甲人咧讲话，甲咱咧讲话，甲别人咧讲话，讲我生命见证。我袂使讲即首诗，安尼即两三节，或者伊的个人阅历。咱普通讲个人阅历，拢是讲伊的生命，伊安怎做代志，细汉安怎是出世伫一个世家，聪明、伶俐、贤惠，老爸诚好，老母诚老婆，兄弟姊妹诚好，细汉读册囝读册，咱普通个人阅历拢读到这吼，然后伊安怎奋斗，安怎来成功。我伫圣文教会主持告别式，我跳过一段，就是我伫告别式中间有一个妇人愿意，伊有甲我讲牧师，讲这要创啥？人生一趟，什么都没有，阮一世人人甲应该一张名片。伊讲要叫我讲个人落去，所以甲信，但是我讲嘛莫信，无拄拄着有遐物件。前两三工，我甲牧师娘开车对三指出来，经过结尾啊，看到一个场面，我毋知要哪去形容。照应结尾啊，有一个春车场啊，人咧办一场的告别式。其实我迄两工对遐过时，我就注意哦，可能即场历史哦，因为伊将规个停车场哦，差不多拢来组起来。哦，搭甲真大，可能迄工早起过去时候。果然袂是，中间互顺讲，哦，迄个停车告别式外口路边，伊去请到路环款，用餐脚锥摆一排，不拿罢公车，停满了超跑、劳斯莱斯、很多车，足台湾味的吼。迄个告别式，阮来少人啦，都个老先生安尼就对啊啦，哪会较侪超跑要创啥？然后涂到彩足侪红啊，迄点迄落八甲年的款，即款的场面叫做时有哀荣。不过到底是搁有啥吼？搁有代表啥物？特别遐超跑的司机拢徛喺外口咧食饭开讲，伊甲即个人无关系啦。但是连你出山的时，就爱赢的时你就知，就安尼赢。哦，安尼超跑一台过一台，要互路边人看，哦。有人牧师嘛，两三声，好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一个人要安怎讲伊？要安怎回头来看伊？生命终结的关怀到底是啥物？这位犹太人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，伊用一句话来讲做生命一个结论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I shall not want。这句 I shall not want， 这是英语，其实你按字面来讲，翻起来拢真麻烦呐。咱白话字翻做讲，我无欠缺，嘛真麻烦。中文佫加一字，我必不是缺乏，佫加一个必。但是你安怎去甲了解，就是一个人形容伊的什么，伊的人生是啥物？我无欠缺。你安尼甲了解就好，但是头前迄句话讲啥物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当然，一个王啦，讲我无欠缺，敢若高台面讲我拢无欠呢，你会感觉你是咧打算着，你是要咧打算，但大鼓相比，倒来拍球是一个包机呢。我拢坐经济舱，坐经济舱甲坐包机的人，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还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问题是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中间上要紧是要有一句话，我的人生不是一无所欠，我的人生没有遗憾。用一句上简单犹太人讲法，上平安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平安啦，平安。而且讲是啥物？上帝名，各位，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伫倒位？盖在你要安怎看？盖在你要安怎活嘛？你的基督教信仰在哪里？盖在人要安怎看你的基督教的信仰？盖在你安怎活出来嘛？恁媳妇会看到你的信仰，恁翁会看到你的信仰，恁囝会看到咱的信仰。盖在咱安怎活，安怎来过？有时我参加教会足侪礼拜，
特别是即摆拢流行，袂使讲流行，像古频道讲敬拜赞美。咱南口是拄啊分台语到华语吼，都无听到。啊，有到敬拜赞美，那带过来人吼，都会讲一些让你沸沸扬扬的话，安尼了，那不得了嘞，差不多会规天爱唱歌。我嘛足惊吼，做完礼拜去大会演习，不单止嘞，爱心啊，那用不百比一生来看，难道伊无辛酸的血泪史吗？对于17岁，咱几岁啦吼？圣经无啥介足严啦吼，或者是撒母耳上份第17章咧，对10几岁囡仔，应该早16岁，以后撒母耳家抹油开始。也讲上帝要赦伊罪恶，但是世人行过，有影是伊所拄着代志，会比人较少。咱今日讲吼，咱的囡仔要上战场，咱有烦恼到要死啊！咱有时啊看别人上战场吼，咱有时啊做个看电影，哦，迄英勇的款，伊国较英勇吼，嘛会死人的，但是吼，死就有人莫死兵道就好。死别人的囝讲安怎？死袂了呢，因为大家嘛别人的囝，但是呢，咱的囝吼，会挂长挂大，都会开始。其他代表以后，倒转来看伊一生所经历，伊是用一个固有的人的身份，伊捌经历固有的人，所以伊而且用家己的生命的身份经历来讲伊的体会，所以倒转来讲一下。我是一只无路用公公的羊仔，但是我有好路食。一生一般的经验来形容，所以讲咱人一生吼，真特别的所在，咱一生拢咧安定心的，咱想办法咧安定心。安定心就是叫咱先给你大点，所以咱自细汉看病就是安定心定安啊。啊，安金正金的，也摕金的，也是插金灿哦。啊，你家己去想，有真侪时阵，咱虽然安于金身哦，不过别人一看都看穿了。哦，放风水鸡讲太有啊，我家己嘛一世人继续放风。为什么？至少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。基督徒有当时啊，真爱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喜乐。我要食忝，哦，表现咱真宽容大量，其实咱人的性命内面有偌济，外口自然都是偌济。所以重点是倒位？是重点世人不断咧操练。所以大家到尾伊用一个足简单的方法来形容伊家己是啥物，我啥物拢袂晓。有时咱若讲啊，我来含慢。咱我即句台语我走出来，莫讲这啦，印名学到字名，安尼了哈，你著知啊，你著有才调，你有能力，但是各位，生命毋免看破的，不用作践自己。但生命有影就好好家己知，咱安怎来行。所以就以以色列最伟大的王，伊用家己形容家己是只戆戆的羊仔，但是就是我是一只戆的。所以我有牧者带我到伫青翠的草坡，也带我到伫安静的水边。青翠的草坡是互我会食、会休；安静的水边嘛是互我会食、会啉、会休。一切拢伫上帝手中，上帝引传。其实诗篇23篇啊，讲到应该超过100篇，100摆。我毋敢讲100篇100摆，毋过买当来想想，对着一20几岁神仙，30岁传道牧师，到一今日退休70几岁，今时来讲的是，今所要讲的，我若将我30岁写的诗篇23篇讲到，今仔佫对头佫读一摆，我想对我来讲，那都是过往的事情。今仔日就无佫倒转来想起来。点解伫迄个时阵感觉上帝真好，上帝对我真好，到今仔日讲上帝真好，嘛是无共款的体会。所以往事毋是只能回味，往事是讲这个生命足要紧的主管。
所以一个基督徒上水的信仰是啥物？就是咱伫各种的造物的中间，拄啊好力量的上帝，免地道，但过头的过犹不及中间迷失了自己。但是呢，撒摩利百怪面对高利亚，面对扫罗，面对伊娶某，面对押沙龙，会记是项目。伊捌一摆，伊为着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，伊必伫北族的中间，一个受上帝保佑的人，必伫外邦北族的中间，伊用一种的方式来求生是啥物？取笑。伊用取笑。我这取笑啊，过瘾啊，好不容易躲过了。不过这嘛是包括代表伊的唯一的中间，伊犹原讲，伫迄个时阵，犹原嘛是青翠的草坡，安静住。伫当下可能无法度感受上帝你伫倒位，不过伊需要回顾，这嘛是上帝的出。所以各位兄姊妹，咱的信仰，咱逐礼拜做礼拜，最大会帮咱验证是啥物 ？step by step， 一步一步咧甲咱带嘛。所以不断咧调整，不断咧思考，不断咧开始调整咱这个观念。所以耶稣甲你个吩咐讲，你着定头先，这毋是一摆的经验，就是 anytime， 随时咱拢伫水甲性情、真理甲性命的中间，不断咧定头先。所以讲我无欠亏，但是伊嘛强调一句。伊有我的灵魂精英，各位这真了解。精英是啥物？没有 lost， 无迷失，无失落应该有的。人先人拍鼓有时出，但是人总是卖会丢搭卖动倒去。但是伊讲为着伊的名，伊带我行伊的路。这句话对我来讲，我一世人不是安尼。伊嘛感觉家己食中等食的，有时食到70几岁，性病嘛爱歹的，歹毋是足爱避忌。有时小可互猫一个吼，卖野行的。虽然即摆较低巧吼，野较有技巧，野起恁看较袂出来，但是家己知嘛，心动服了。无几哪好势。伊大概袂带去歌、去啉啊、去舞东舞西，但是无几哪好势，随时拢会甲你吞食。所以别时干嘛惊祈祷讲，对大家来讲，伊为着家己的名带我来行伊的路，伊有我的灵魂坚定。我想咱上知影一项就是代表。写诗篇51篇的时，伊迄种境界、境界是啥物？是先知啊，当伊家己指责的时嘛，敢毋是？即边咱以后会讲着，但是今仔讲先知啊，当伊家指责，伊贪恋着别人的某，有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？但是代表你先知啊，当家指责的时，代表马上听着家己。迄心内的错误，悔改永远是上帝，互咱最大的怜悯。我家己真爱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你的路，求你互我保持灵魂当精英。会安尼祈祷的原因，会安尼困扰的原因啥？原谅我不是人嘛，咱嘛是真软正的所在。所以各位吼，人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愈来做一个380足强的人。老爸伫囝面前，永远拢是强者；翁伫某面前嘛爱强者。咱两人的面就爱做点强者。可是你我都知道，我们心里那种的脆弱，这种的软弱，无拄拄是做错、做大的问题。但是咱难免嘛有迷惘的时候，惊的时阵软弱时。所以第一节甲第3节。代表是咧看世间正人，我的好朋友啊，各位，
但轮到我一生，可能你要讲哦，阮的王外头，咱可能来歌功颂德。上帝如果要毁灭一个人，就让一个人狂妄。起码马威的国家哦，它围绕在一个人的面前，这是一个狂妄的国家。当年的四十，还是遐罗马的将军，还是开船倒转来时，听讲迄台马车顶头会坐迄个将军接受大家的欢迎，还是皇帝？听讲边仔讲有一个人，伊会派一个人踮咧鱼塘边，重复讲一句话：你不过是人，你不过是人。唔知有影即款的传说，我是唔知，没有去考究过。不过因为即款讲话，你不过是人。你从后面接出来，你不过是人。我现在记得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去的，这是大家对人的爽感。所以今仔伊要强调，毋是讲我有偌济建功，有偌济功劳，有偌济迄款，有偌济伊种厉害的，就所谓汗马功劳。伊无讲遮，伊是讲有上帝，只有发靠伊的名，我一生不过拢在意伊。引传提醒教示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是大笔写真诗，我感觉伊甲上帝讲话，伊对上帝讲啥物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三个弟弟，因为你甲我三个弟弟，你的腿、你的管拢安慰我。伫我对你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你甲上帝讲话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毋惊，因为你甲我三个弟弟同在管教，这是信仰的中间，上帝发咱两项足大的安慰、帮助、扶持、祝福。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不过上帝嘛甲咱管教。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会记一项死荫的山谷，伫咱一生中间必然存在。即款死荫的山谷，你免想讲我就有人必须要看着淡白了，才讲啊，我走过死荫谷，无影啦，敢若婚姻就死荫的山谷啦，爸仔囝的观念就死荫的山谷，做事业嘛死荫的山谷，足多代志拢有死荫的山谷，差不多。我会死啊！我要死啊！答应吼，英语写写，是毋是？答应就是你要死啊，敢毋是？啊，就死。咱哪会行过？你讲牧师，你捌行过？什么代志？不便甲你讲。但是我家己知，死荫的山，我捌行过死荫的山。但是有即款的死荫山谷，我毋惊灾害，毋惊的原因是啥物？因为我知你甲我三个弟弟，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。这嘛是足牧羊人的口气啦。因为牧羊人身上就是两个东西，一支腿甲一支管。迄腿是啥物？腿就别个腰的吼，迄较粗、较短，头手好换，头较大。敢若咱讲长辈围啊，佢捡着一个迄个长辈围，是啥一款的吼？你的腿种起来，会拄就防身武器啊，真有力啊！会当防身武器，豺龙来、狮来，迄是有力的所在。有一支管，管嘛两项好处。犹太人的管你也看吼，拢来安尼，搁一钩啊，对毋对吼？木杖一个钩啊，因为迄木杖吼两项作用，头一项作用是啥？伊圆圆的足好用的。羊啊，若挂落山沟吼，啊，你要哪干？你用去按本啊扣起来，迄是甲挂安尼甲勾起来。哦，勾。羊啊若无乖吼，你个腿你尻川来消，安尼。咱听讲，犹太人雇羊方法是啥？雇羊的人拢行头前，羊啊缀后壁，然后呢后壁缀着一只领头羊。哦，这个雇羊的人吼，伊举伊拐吼。啊，哪行伊什么涂骹嘛，行就对涂骹转一个。羊啊吼，戆戆的，啊就直直行，哪找草，直直行哪找草。伊无咧看路，无咧看啥，但是看啥？看迄个管啊，转一个，遐一项
就直直行，啊，就缀木者直直行，缀木者直直行，啊，加减吼，迄个无乖吼，就爱用一支腿吼来讲，啊，若有才能来，迄是好事。让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。我们一辈子当中，咱一世人内面，圣经的真理，咱是祈祷，咱礼拜，咱聚会，咱各种的事故中间，你有真正去体，咱爱来体会讲，你看上帝讲啥物事？有影有上帝款。所以有当时咱问讲啊，明仔载要安怎？耶稣讲就来到我的内面，你就安息。看到那个凳子头靠一点嘛。你若迄只羊来夹公关啊，伫倒位啊，你就惨。一阵羊啊，缀迄个头前迄只羊，头前迄只羊缀迄个木者迄个凳里了，所以讲兄姊妹，上帝在哪里？所以对大家来讲，伊就讲一句：我人生所有的路，都是因为你的同在，嘛是你的管教，是你的同在，嘛是你的管教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有影呢？咱会去拄着欺骗，拄着糟蹋，拄着时不我与啊！大环境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做查某囡仔时嘛，是讲要结好啊，嫁一个翁，3件4件，足够件就袂认认当时。啊，你是要甲谁讲？有时阵足侪物件，你毋知要安怎，人生确实有对的。当时啊，有当时啊嘛是对的。一口罩内面，都无几个人各怀心机。有时你嘛毋知要安怎，有时啊嘛拄着真个艰难。咱要靠我做生意，但是这个环境毋是安怎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圣经是甲讲一句话，有对敌。但是叫你唔好把别人设定做对敌。生命没有什么假想敌啊，唯一的假想敌就是我们内心那份的恐惧跟害怕。耶稣嘛有伫旷野的经验，不过伫旷野中间嘛有圣神甲天使，有野兽嘛有撒旦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但是你用一个足特别的讲法，犹太人的讲法，你甲我摆设炎夏。炎夏是啥物物件？炎夏对伊来讲是啥物？迄是一种，伫我各种做人，已经有最大的安慰跟鼓励嘛。所以龙主回头的时候，老爸甲摆一道，敢是？迄是摆一道是啥物意思？摆一道就是庆祝。所以我生命中间，我是有当拄着足侪问题，毋过上帝你嘛是甲我摆设炎夏。主啊，你用油挂我的头，互我的杯。福气的杯，其实我们中间没有福啦，无写福杯啦，是讲迄个杯啦。哦，啊，毋过咱中国叫做福杯嘛，礼拜福杯满意嘛，哦，互我的杯满出来，我人生可以承受这个承受这个物件会满出来。其实你用油挂我的头壳，各位用油挂头壳，不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嘞。赵匡胤黄袍加身是什么意思？转来人穿啊衫啊穿落，安尼变皇帝呢？伊用油挂我的头壳是啥物？就这样意思。你是我所听，你是我所敬，你是我所要用的人。我一摆将性命换归上帝。所以用油挂我的头壳，从当时撒母耳我改变的时，他还是个牧羊人，并没有改变。当伊去战场去看因兄哥的时，因兄哥并袂讲，因迄个红挂油的来，伊是甲讲，你这囡仔来家是要创啥？你还是孩子，你有油挂来头壳。各位，咱一生中咱爱是咱想一下，我是上帝所拣选，若是安尼的时阵，我一生一定有上帝给我的使命，我会成就上帝。换一句来讲，咱一生拢是分别做事，我无完。你知道，用咱人生的路去找我安怎我无完在。所以我买当然甲咱讲民国60年的时，哇，迄个感动，然后决定去读诗人。但是我为迄个感动去读诗人，迄天我就变牧师啊，无可能啊。
嘛起起哭哭，9年后才出业，3年做兵，6年的成效。啊，袂好用迄工，我就变做今仔日，嘛是一路一路安尼行过。但是感谢有一项，我活着不再是我。所以你用对我的，我会杯满出来，这个满出来是啥物？稳定教育原因。但是这句话是出自稳定教育，出自保罗的批示。保罗的批示，伫遐讲迄句话是啥物？我捌3摆求上帝将这支刺离开我，迄支刺还搁伫个。3摆求上帝讲哦，毋免，我的稳定教育你用。你会感觉上帝你好残忍，好无聊。摕条就好啊，咱来讲这句话。稳定教育你用，够了。我有，所以上帝看我有，我心毋是还家己，所以够了，杯满出来。最后一句话，这首诗的第6节是对家己讲。会记得吼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还佫活的吼，迄是死啊咧写，对不对？所以过来我免人活。本来我免人活，这上要紧。既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。有青翠的草坡，有安静的水边，有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有伫对着面前，甲我摆设宴席，我的杯满出来。那安尼，我即马我要来用，伊用一句话做我生命很主诗的告别是啥物？我世人得靠稳定慈悲，稳定甲慈悲得我缀我到一世人。各位，这是对伊本来还未发生的代志，伊要安尼讲，伊只有一项。我要永远徛伫日头我的厝。轮到我甲我的家，决定事奉耶和华，这是约书亚讲的嘛。你要得着救，以及你的家，这是保罗甲菲律宾的国家的人讲的嘛。今仔上帝要甲咱讲什么？所以今仔日，咱若坚持这种信仰，咱有机会嘛会当甲家己讲，稳定甲慈悲得靠缀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。生命有一种转换，生命也可以尾声。安尼当然就好。3摆2个，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名，成做阮一生所讲，无其他，就是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。祈祷靠主的名，阿门。是咱来用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请献归圣诗第6首，圣诗第6首，献着请起立台语。Oh
是咱用方言来回应上帝，请师兄的同工。谢谢。特别是报告的时间由我来报告，所以请各位兄姊妹来献开手报。东港事项的部分，本周以及下周的有关的动工，请有轮到的动工来来准备，所以请家己来看。聚会的人数甲奉献，嘛是请大家来看。啊，因也有重大的，请来向会客来跟进。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的部分。本会的消息第一点，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若是有任何的因为疫情的关系伫厝需要关心、需要帮忙的，嘛是请来甲教会来讲，我会当来提供一起的帮助。第二点，搁一摆多谢地牧师今日的信息的分享，请来拍拖来，谢谢，郑牧师。第三点，下主日下礼拜的下晡1点半，是特别邀请到广福牧师来分享。下晡1点半，所以主日礼拜结束1点半是伫教会，伊的主题是伫黑暗中点倒一帕灯火，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，毋是一起特别伫缅甸宣教一个传道书，所以请兄弟姊妹当踊跃来参加。后礼拜煞1点半。第四，家长成长班，已经伫3月7号开始，是伫上午的9点半到12点开始，拢各12个礼拜，所以欢迎你是家长，会当来一起来成长来报名。想要报名，请洪文山传道来报名。第五，恭喜黄德元弟兄，228喜获千金，所以钟仁兄甲鞠凤姐今仔日有来到现场，可能在顾囡仔。钟仁兄，小朋友有来，小朋友来到现场，容易。第六，本会是4月2号
举行青年队史的礼拜，所以请有需要的兄弟来提供伊的家人的相片的电子档，互阮来制作这个投影片 PPT， 伫3月2日来截止，所以4月2号当天是联合礼拜，台语甲华语联合，所以请有需要的兄弟来滴，将这个相片的电子档来提供。第4月9号是国语节，所以当天的上末7点，咱游园伫乔大的乔大土地，就是旧年遐有举行朝阳礼拜，所以来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来参加。想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伫公布栏来登记，因为要准备早到，所以请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先来公布栏来登记。国语节当天有兄弟姊妹想要受洗的，嘛请牧师干事来报名，因为要安排以后真理的课程。戴长老要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代替牧师来报告哈。首先来介绍新的朋友哈。林素贞姐妹，哦，也好像，来参与讲话。伊起来伊是南部的教会吼，台港教会吼，起来北部甲新妇做回来啦吼，真辛苦，好，欢迎欢迎恁来参与。再来第二，迄个牧师即时为着咱一位兄弟吼，吴世明兄弟吼，同期病危啦，牧师去赶过，甲伊看一安怎吼？这是第2点吼，第3点，咱所敬仰的弟姊妹吼，今仔昨伫个别礼拜甲安装，拢一定顺利来完成吼。比较嘛感谢伫咧上帝，第2节刚刚有来看吼，这来我看第2节吼，好，谢谢。其他就是咱拄仔这个以前咱报告过嘛，这个广福牧师吼，广福牧师伊长期间拢伫这个缅甸，而且传福音吼，所以伊即届伫后礼拜再来甲咱来分享。那么咱若后礼拜煞吼，从头食一下饭，那么咱下晡时咱来甲这个广福牧师来甲伊参加比较来听伊的分享吼，嘛甲伊鼓励吼，长期间伊拢伫缅甸这个所在吼，咱知影缅甸这个所在政治上无真稳定吼，所以伊遐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吼，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咱会当尽量，咱就甲留落来吼，甲伊鼓励吼，来听伊的分享，吼，这是真无简单啦吼，好，以上，谢谢。多谢戴长老的补充。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，本周的经句伫诗篇13篇第60，请咱大家同齐来读2遍。咱来念上人的诗，上人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因诗线，请题目书替咱来教导，请起立。我主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被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去三甲地地，对即节起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入倒，请大家听候后早刷来互相行平安礼。叫。